一定有食過最震撼嘅春卷。各位老友，呢個年頭咧好難就爆點大家聽啦。今日呢間咧投入超過半個小目標，12生肖主題，快跟我一齊睇下究竟係點嘅。Follow me，小店。點個讚，一起開飯。李師傅，哎，他的 hello， 他們試一下我們紅酒酒干啊，這是免費試試的。免費試試的話，現在是做慈善嗎？啊，試一下。紅酒是我們自己調的。哇，怎麼樣？味道？入口即化，非常好吃，而且它吃起來不膩，不錯。CCTV 都採訪過中國第一台大哥大咧，就係呢間店老闆㗎，佢開嘅餐廳一樣係大哥大。嗱，呢啲咪叫細節同質感咯。他說呢間房啱你喎，點解啊？鳳凰啊嘛。哇，係喎，屬雞喎啱喎。哇，呢度果然好多生肖雞嘅元素啊！呢度咧係以12生肖為主題一個食肆嚟嘅。我哋有5位國際級嘅大師嘅12生肖首次喺度聯展。黃永玉、方祖紅、楊善深。哇！呢度寫啦，古今屬雞嘅名人啊，每個房嘅生肖咧，佢都會有咁標出嚟。徐歸紅嘅紅雞，高級咧肯定講質感啊！哇！呢張台喎真係愛不釋手啊！進口嘅背雕，哇訂做嘅一張台嚟嘅，係有12生肖嘅呢個轉盤，每間房都有。鳳凰房，中間呢個咧亦都係個雞嚟嘅。我哋前牆咧都係採用挪威斯特萊斯嘅餐椅，嗱你感受下。呢個凳好舒服嗱，坐住咧仲可以向下歪，簡直啱晒呢啲可以 hea 的話不會喐嘅，唔平喎呢張凳。前牆200張，幾百個打邊爐。哇！我哋打坐咧，只要坐得舒服，才能食得舒適。哇！呢度佈置得好有氛圍啊！我哋呢度咧係以12生肖為主題嘅房間嚟嘅，對號入座，總有一個生肖屬於你，係咪好靚啊？掂啊掂啊！櫻桃蘿蔔點解會紅色嘅？因為用炸火龍果汁上色，口感爽脆清新。呢個集團旗下餐廳嘅湯咧，我每次都會飲噶。新鮮鮑魚加入自家醃製嘅小金桔，湯清而味濃啊，淡淡嘅鹹味平衡酸甜。澳洲水晶蟹肉質鮮嫩啊，加入手剁嘅黑毛豬後腿肉餅，油醋汁增添咗清爽嘅酸味同淡淡嘅油香啊，極具風味層次。生猛嘅加拿大波龍嘅肉質緊實彈牙，加入黃飛鴻爆炒，野味非常。這個紅酒之簡約不簡單啊！加入新鮮嘅提子啦，同嚟自2個國家嘅紅酒啊，再加入熬製24個鐘嘅牛骨湯，濃稠又帶啲酸甜啦，同鵝肝絕配啊！生猛嘅新西蘭黑金鮑魚咧，現撈現煎啊，肉質彈牙，味道只有一個字鮮。哇！未見過咁大個春卷啊，要攞手食先得。哇！入邊塞滿晒黃魚肉同埋花膠啦，跟住好有空氣感同好香脆啊！一定有食過最震撼嘅春卷，用東山島嘅油水鮮鮑做餡啦，果然係大點心啊！惟妙惟肖，手掌咁大隻鮑魚，人手搣夠199下，做一隻要足足10分鐘，冇得預製噶。呢個葱油餅可以講係經典中嘅經典啊！噴香嘅紅頭小香葱，葱香撲鼻，食極都唔厭啊！嗱，係咪3隻就叫蝦餃，4隻叫四喜蝦餃呢？餃皮彈牙，蝦肉爆汁，食得出嘅新鮮。呢個犀利嘅，手拆長腳蟹肉，做成手工拉腸。可以講係完美融合啊！既鮮嫩滑又高級，你估下呢一份點買？想象一下喺自己嘅生肖房慶生咧，食一大棵壽桃包，意頭梗係特別好噶，鬆軟燙口，裡面係絲滑嘅班拿蓮蓉餡，並且藏住成個黃金油潤嘅鹹蛋黃，快帶零啦，肯定有飯後味點噶嘛。呢度每一款都有12生肖嘅圖案，山藥同紫薯啊，入邊咧係軟滑嘅牛油果餡，劃重點啊，不會太甜。廣州嘅光景唔缺繁華同浪漫，亦不缺秀麗同寧靜，一切順利。